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真美丽海洋的奇景。屏东小琉球的海峡，25号搁来展现着苏鱼的丰富。安尼规千几万尾的金苏鱼聚集做伙，想象一个看，就像一粒超大粒的鱼球，画面真壮观。而且这届是出现伫个海面的10米深的所在，算是真浅，是予原本落水要来看石鼓的唱水客兴奋佮感动。成千万尾金梭鱼伫咧海水内底欢喜游水，日头光照伫咧鱼身反射出来光线，有影真水。金梭鱼规定做伙游水，成做一粒大鱼球，规模真大，每一尾鱼啊拢对共一个方向游，就亲像是梭鱼风暴。唱水味的人摕摄影机欢喜记录这真水的海洋景致。昨日下午8点半，本来讲想要看石鼓，煞意外看到这个画面，伊嘛伫咧边仔游5分钟到10分钟才游走去，互游客拢看个真感动。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，它是从海底10米快接近水面，然后席卷形成一个鱼球这样子，然后包覆着我们潜水员。他看到当下当然是觉得非常震撼啊！这种金梭鱼时常生活伫咧20公尺到50公尺深的海，伫咧我近海、沿海大石区、内海或者是内湾，拢会当看到因的影。唱水味的业者讲，若要看到因游水画面，伫咧马来西亚西班丹岛的海才会当看到。即摆伫咧台湾，会当欣赏到，后面就免出国，会当看到这真水的海洋景致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